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大吉利539。来看6月25礼拜四开出来号码0613212934，这个21连续开2期吼。来顶一期6月25，掠5粒参考号码出一粒06顺开，继续来看6月26。但遮提供5粒参考尾数，还有号码，互大家看卖诶。6尾参考号码06，7尾参考号码07，4尾参考号码24，8尾参考号码28。6尾参考号码360607242836。以上这5粒号码，互大家参考，感谢收看。